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喵咪，咱来读这个1984。我淡薄时间，我来甲迄个连结分享一下。等我一下哦。1984这个小说应该是已经正做公共财啊啦，所以伫网络顶悬应该袂讲太困难，就会使找到英文版。英文版你看要安怎处理做你的版本？可比讲我咧用纯情真心翻译者是毋是就这个部分就甲处理做台文版嘛？当然，你若去做重新的编排啥的，可能就会使另外有伊的智慧财产权，因为叫做公共材料，伊的迄个智慧财产权，敢若就另外分配啦，是安怎吧？所以可能就是罔参考啦吼。伫网络顶悬的资料，即马嘛算不了济，尤其我就讲无台语的即个部分，所以我伫确认吼，你即个 Clubhouse 的确认内底就打一寡会使找到的资源，罔参考安尼。我是感觉即个啥？伊帮我打，应该是会使吧？OK 好，伫就是罔参考啦，我看我还有啥物货。然后我就讲，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才读寡册啦。那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意，我就读即个啥，那春水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安尼。然后会读一首即个《日火闪逝》，正做阿尾曲安尼。所以。当然，各位朋友，你若手头册是较方便啦，因为有当阵一寡字词，我就讲，可能会使含迄个唱歌共款吧。歌词伊若写得好，凡是你会使免看歌词，你就听有。当然，前提是你的台语有够好，我都理解了解啦吼。有当阵会牵涉到海音字，还是甚至什么唱歌有倒音字这种的嘛，所以这。唔知咧，所以我就讲会使去看卖啊，你是毋是会使摕着手头摕着册？咁样真有可能有3本册嘛，1984即个小说台文版的，然后我要读的即个开花结子，然后尾曲是即个日火闪逝安尼，所以资源真多。当然有兴趣无兴趣，迄个是另外一回事啦，因为每一人迄个兴头无相款，对，兴趣的方向无相款而已，所以看卖个啥物个大个连接，我就讲迄个啥，开花结子吼，真正是我个人认定，袂输那真正卖计较 Plus 师傅人的客兄呢，真正卖计较，当然你去 YouTube 找也找会到啦。师傅人的客兄，迄是 D.H. Lawrence 的小说。Lady Shirtless Lover， 大约是安怎讲？敢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什么状况？然后迄个啥 ，Mr. Shirtley 因某这 Lady 嘛 ，Lady Shirtley， 所以伊本人就是 Mr. Shirtley， 可能受伤的是安怎？所以有翁仔某名，无照翁某行呢，所以才有通好，互 D.H. Lawrence 写出来迄个。小说由万来副校长就改翻译做师傅人的客兄，所以 lover 这个词，伫无同的国家，敢若是有无同的意义。有诶讲，当然中文台语可能翻译做爱人啊，爱人。但不过这个爱人，伫无同的国家我所知的啦，什么英国、法国，甚至中国、日本，这个国家因针对爱人这个词。敢若有当阵是完全无共款的，一个可能是讲做啥斗空的斗的，毋是正式关系。有的是讲你两个敢若想讲要做伙，阁超过1、2年阁要发国，那当期超过2年，安尼原则上，迄个权利义务就拢共款嘛。所以这逐个国家
针对这种历史、身份、关系，可能有一寡无共的见解嘛，所以，好，反正我就讲这个开会结子吼，真正是我个人认为啊，那迄个真正莫计较 plus 四夫人的客兄，所以四夫人的客兄，目前我看到网络顶嘛是由万来副校长家翻译做台文版啊，啊，应该无袂讲，我无确定有困难就无困难，我伫网络顶嘛有得着啊，由万来副校长嘛算，伊嘛无说嘛无啥，反正找有空班个就使找着安尼。好，后续的时间我就继续来谈这个那顺水的第三本小说吼，开会结子，然后我读不完啊呢，开本册开偌久的时间我袂记起来，我就不爱讲，好，继续读落去安尼。毋过民主啊，因就是民主甲方向去找相嘛，所以有感觉即种姊妹啊，大概啥，甚至人甲人之间的关系，有当中嘛无一定是外界有法度理解了解，不管咱就来看咩啊，小说到底行去对安尼。毋过民主家己袂趁钱，所谓开销连一身五厘嘛拢是春长手找方向讨，加在方向正担输赢。拢有付伊起底的水米所费，听下翁仔某有搭价了后，方向早就有要甲民主离缘的拍算，嘛有想讲若替伊引一个头路，互伊会趁钱，减轻家己的担头，敢毋是真好？方向启动足侪人面，扬衫脱势去甲人阿姆阿伯。嘛四界去甲人点头，真正有遐久啊！去骂着台中营总的约国人员，互伊做。论因讲，危急是无介济，毋过民主是一个爱封神、兴颠簸的野马。伊对亲情50啊，伊对亲情50，也是外头的人，拢讲是病院内底正一个扳手，佫会臭屁讲伊是。佫会臭屁讲伊拢是甲院长主治医生伫开会食饭啉咖啡，无因甲亲像水师公安尼。我想到水师公敢若是一种汤拖水面虫的款，我袂记得。水师公吼。另外，民主逐工穿水水，伫贵气当当的公务场所出入，拄好会当甲厝边头尾臭样点位，就痛甲无想要对方向出去，就无想要对方向去出场行踏，嘛袂瘾甲方向搁弯落去。方向若敢有去金鸡啊遐大，生成就会去英子遐行踏。讲两句话，拄呛有一届英子无得咧，敢若永边的查某囝明珠伫厝里。医长，明珠若开门，若正好咧问讲：阿姨安那会无回来？伊去病院上班，有钱通趁，就袂爱对路啊。目睭掠客厅闪一困仔久，才阁讲：你若母咧，伊去台中，早起才出门，敢定定安尼？大体啊，一个日会去一届，创啥？你敢知？讲去找英国珠宝工厂的同事，逐个日爱去收花仔钱，有讲第时会转来，大概拢嘛5、6天。放你家己一个伫遮顾厝，真正是无下无落啊！啥物叫做无下无落啊？就是无质无啉的意思啊！我读国校1年，伊就放煞阮5个姊妹仔走来下港。迄阵，阮5个伫四脚亭，拢嘛家己起火、兄大灶、煮食、炒菜，连洗衫嘛家己来，阁真担输赢呢。你未来进前，我当地灶骹家己烫旧菜，要食到。毋则讲有伊无伊，拢无纸。伊无伫厝里，耳孔颠倒清幽啊。方向
方向甚至困啊久，搁问接话。照讲，恁5个姊妹啊，应该是册伊册甲中胆，册甲张胆，怨入心做，才是正办的。是安怎要搁来找？是安怎要搁来找伊？讲起来话头长，你敢要听？做你讲，阮阿爸规日顾啉酒，搁拄着迄箍新路头，搁拄着迄箍新路头某秀琴，惊我手术开伤侪钱，害伊无钱通变，着伫耳孔偷讲我是多生多死假破病，真夭寿呢！恁阿爸敢要信？伊耳孔轻，就袂瘾出钱啊，搁刷落去咧。好啦，即个时间到啊，搁刷落去着明日再搁来会，再搁来读安尼，咱就转来读咱的1980。我先做一下记号1980这个小说，我是有建议会使去看迄个啥，台湾笔合，因为台湾笔合这个戏出，我就感觉第迄种社会环境吼，至少我个人感觉敢若共款安尼，所以拢有一种压力吧。当然，1980这个小说读到哪应该是算超过一半，因为总共是370几页，所以真已经799页啊，所以超过一半。超过一半了，迄个压力还是沉重的气氛就较无法动啊。要毋过，我若头头会想着讲，台湾笔合这个戏出，可能会使小参考者。当然，台湾戏出的戏剧是咧讲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1980这个小说伫英国是讲1980这个年过嘛，总是有当阵啊，安尼甲看起来，小说甲1980的小说甲戏出，台湾笔合的戏出来对照看吼，感觉过去还未过去。1980这个年过啊，但不过2020年就袂现主时来甲看，敢若未过咧。好，咱来看卖这个1980的小说，到这啊，会阁继续讲啥物就去安尼。安尼无小心可能我台湾年纪轻咧。好来，普罗啊是人，伊大声讲，咱毋是人啊，安怎毋是？茱莉亚拄搁在精神 ，Winston 想者，你敢捌想过？伊讲，咱上好的做法是趁还阁会赴离开遮。永远莫阁见面，有心肝啊！我捌想过几啊摆，毋过我袂安尼做，买就是买。到呾咱要拢真好运啊 ！Winston 伫咧讲，毋过这袂久长，你还少年，你看到正常阁无久啦，你看到正常阁无辜，若是离我即款人较远咧。你拍算还有50年通活？我袂，我早就拢考虑过啊。你安怎，我就安怎，莫遮尔失志。我算不止啊熬生存咧。咱凡世还阁会当做伙6个日，1年，知路尾一定会分开。你敢了解咱死到会孤单甲偌孤单？等因甲咱抓着，咱拢无法度为对方做啥。无，完全无。若是我招认，因会甲你枪杀；若是我拒绝招认，因同款会甲你枪杀。我做啥也讲啥，也是毋讲啥，拢袂互你加我5分钟。咱甚至拢袂知影对方是死也是活，咱完全无任何能力。唯一要紧的是咱毋通反背对方，虽望迄嘛袂改变结局一丝啦。这个。开始拖白就对啦。当然我就讲嘛，迄个伫迄种时代、迄种背景，敢若就是有一时通痛就先痛一时嘛，大概是安尼嘛。我来看完伊的英文到底是啥物字数啥？是趁还阁会离开遮吼。The best thing for us to do
would be simply to walk out of here before it's too late。趁未有进前，所以趁要过付嘛。Before it's too late，就是伤晚嘛。所以就讲啊，趁要会付，所以有当会付未付。这大概一般的人无法度理解啦，总是写小说的人去看伊安怎破败嘛。然后，伊遮的心肝是甲用 DEA 啊，亲爱啊。我学英语就敢若甲讲亲爱，当然我毋知英语母语人是个会安怎讲啊？然后看下个啥，到当咱要拢真好运吼。We have been lucky， said。所以讲有到当无到当，毋知是看迄个 We have been lucky 这个词。我看袂到有单这个概念，知？当然话一出嘴拢变成过去式啊吼。伊无可能延续伤久 ，It can't last much longer。毋过这袂久长啊，就较口语化嘛。照字翻译就足华语开，还是足啥翻译腔哦。你看到正常，都无辜。You look normal and innocent， 无辜。离我较远的，你要50年通活。You might stay alive for another 50 years。你要有50年，你毋过用 another， 就表示想一个啊，毋过无要紧。这酒店嘛，才讲30几岁尔吧，我无确定。No， 我就无爱，无爱。所以英语敢若简单一字 no 尔。I'm going to do what you do. I'm going to do。你做啥我就做啥，你安怎我就安怎。莫遐尼实际。Don't be too downhearted。downhearted 实际。我不了搞生存。I'm not good at staying alive。生存，保持活命，保持活命。你敢了解？咱死到会孤单，甲偌孤单。When once they get hold of us, we are nothing, literally nothing. Okay? Do you realize how utterly alone, utterly 吼，这里我唔知 ，utterly alone we should be。孤单甲偌孤单，真正是。所以这酒里应该嘛是有咧想味啦，只是有当初讲哪咧讲呢，实际上到底如何，无拄着拢唔知影啦。最后，伊讲，唯一要紧的是，咱唔通反背对方，随望迄嘛袂改变结局一丝啦。The one thing that matters is that we shouldn't betray one another。互相反背就对啦 ，betrayed。Although even that we cannot make the slightest difference， 嘛无啥物差别就对啦。所以英语罔看是小可理解了解，不过你叫我翻译吼，我可能嘛无材料翻译啊。对啦，弟，所以尽管这段是 Winston 在讲，我有当杀唔掉，到底讲的对象到底是啥个？好，咱继续看完伊的讲啥。那你的意思是讲招人？就你来讲，咱就招。讲真诶，大家拢嘛会招，你无法度伊会甲你刑。我看下这个刑是安怎一种诶 ？tor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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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你刑，甲你刑，你嘛无法度。You can't help it， 你挡袂掉啦。你刑到高地，无几啊有才调诶。当然，白色恐怖时代嘛是有一寡人。无招人嘛，喙齿紧夹咧，夹到喙齿长去嘛是无人安尼，叫伊甲别人紧出来就是无紧啊。所以有当时每件拢是无相款的，对啦。就你来讲，伊会甲你刑，我毋是讲招人，招你毋是反背啊。你讲啥做啥，拢毋是要紧代啊，感觉才是。若是伊有法度叫我停止爱你，迄才是正经的反背。所以讲甲真好听就对啊。If they could make me stop loving you, that would be the real betrayal。
我咧叫我莫爱你，才是真正来反背就对了。不过我感觉这个 Winston，但是当然小说前咧写啦，敢若写一个啊，我爱你3字的字条啊，就甲拔起来就对啦，就甲 Winston 哭去啊你。Julia 信者，因无法度，伊真慢才讲，这就是因做袂到，因有法度叫你讲出一切，一切啊，警察因无法度叫你相信，因无法度入去你的内势，这个内势，看我伊英文是安讲，讲 Julia 信者 ，Julia got it over， 所以想一困就对啊，所以台语是只用一个心字。用甲像说我讲即个，反正台文版的，即个对我来讲嘛是不良引导啊。无法度，伊真慢才讲，伊 said finally， 所以感觉若我直觉就敢若反讲说你落尾才讲，落尾可能嘛拖偌久的落尾，所以伊就甲伊翻译做伊真慢才讲。讲迄就是因做袂到。因有法度叫你讲出一切，因为这个对台语来讲是讲一切嘛，是一个肯定性的。但过对英语来讲，伊就是迄个啥 ，They can make you say anything， 任何代志啊呢，所以任何代志当然是所谓一切嘛。但是因无法度叫你相信，警察因无法度叫你相信。But they cannot make you believe， 会使叫你讲出一切，我就叫你相信。They cannot get inside you， 我就走去你的内势，伊甲 inside 的翻译做内势。益生菌有效，身体最知道。内势，对 ，Winston 心较知啊，对，有影，因无度入去你的内势。若是你会当感觉保持人性有值得，就准拢无结果。你就甲因拍败啊！剩最后一段，我一句话你讲的这个物件 ，no， 对啊，你讲，英文是 no， 不过反正台文是对，所以你讲这个真正就是无共迄个语言，伊咧论述角度的时阵是无相关的啊。就会讲，你 cannot get inside you， 无就进入你的内势。无法度 ，cannot get inside。啊，英文迄个 no 就是顺伊个说，讲对，无法度。毋过台语是讲对，伊袂讲无法度就对，对有影 ，no，that's quite true， 确实有影。They cannot get inside of you。若是你会当感觉保持人性有值得 ，if you can feel that staying human is worthwhile。Even when it cannot have any result whatever, you can beaten it。就总讲拢无结果，你就甲因拍败啊！算讲有坚持到底就对啊。当然，这有当中啊，迄个啥人性的部分，真歹讲哩。好，李之七最后一段，伊想到千里无永远醒的耳孔，党会当每日。甲你偷探，毋过你若是保持清醒，还是有机会通以敌处胜。因搁较巧，嘛毋捌掌握到发现另外一个人咧想啥的秘诀。当然，你若是伫因手中，凡事就无遐稳当啊。厝外无内底安怎创，外口毋知。要是会当药、形液、灌药啊，用精密仪器导你的神经反应，还佫有剥夺困眠、单独监禁、疲劳讯问，甲你磨较委屈。事实你佫安怎嘛创无路，因有法度调查追踪，也是行甲你招。毋过，若你的目标毋是活的，是保持人性，将皮尾佫有啥差别？因无才调改造你的感觉，这连你家己嘛无才调。准若你袂嘛做袂到，你捌做的、讲的，
还是想的，因有法度甲上游的幼项拢野出来。毋过伫你心内上深的所在，遐个运作，连你家己都看袂透，因嘛讲袂入去，讲袂入去。我就讲即个讲袂入去，讲袂入去应该就是一个真主动讲，伊要拍入去，拍袂入去安尼。因过另外一个论述法，或者是描述法是袂讲入去，所以伫即条只毋是袂讲入，伊就要讲啊，只是讲袂入去啊。最后一句就长了。They could lay bare in the utmost detail everything that you had done or said or thought, but the inner heart was working or mysterious even to yourself, remain impregnable, remain impregnable。这里应该不是我捌的迄字吧？查一下字数等下。查一下字数等下。Impregnable, unable to be captured or broken into， 讲袂入去就对啊。所以就是讲，伊甲伊讲你这讲袂入去。Cannot be captured or broken into， 拍袂入去，我就讲入去安尼。所以这就是你讲，但阵讲存无命，无爱活，安尼无爱活了，感觉什么货啊？保持人性哦。Fate at any rate， 事实你搁较安怎嘛藏无路，因法度调查追踪。Fate at any rate could not be kept hidden. They could be tracked down by inquiry. They could squeezed out of you by torch. 形啊，互你照，形甲你照出来就对了。But if the object was not to stay alive, but to stay human, what difference did it ultimately make? 所以伫迄个台湾笔下即个戏出来，对，较想要嘛看到，骨头的角色就是展现出迄种要保持人性的迄个啥话句甲做法就对啊。因为伫环境无够好的时阵，人的迄种自私性，还是人讲啥物劣根性啊，都拢会走出来。但毋过有人可能真正就是较高贵，还是伊迄个人性就有法度掠较在啦。啊，当然，伫即个1980的小说内底，伊有讲迄个普罗啊，就是讲，我就讲普罗大众吧，敢若是安尼啊。所以普罗啊，这当然每一个拢是独立的啦。啊，你讲你看到遐人认定，因是迄种人，啊，因是迄种人，敢就真正表现出来，如你所想的迄种人，这有哪是真歹讲的。好，叫恁来啊！我拄啊甲即个李之七201啊，李之七读完啦。啊，因为本正李之七就剩差不多2页左右啊，3页，啊嘛2页左右的尔，所以无人拨来，我就读就啊，甲读完去啊。啊，所以刷来要来读李之八，我毋知你有对着，因为李之八敢若是毋是？哦，李之八敢若足长的，因为是毋是？等于是即个小说的重点是咧李之八，啊无过一个李之九，李之九才是重点的重点，因为李之九页数较济，李之九偌济？哦，李之九将近50页，啊，李之八差不多13、14页、15页呢。好，安尼，个恁要读无？你有对着无？还是我起一下头读几座，迄个较短几座，才有你读。后壁咧读长一寡迄个。来，李之八读几座？吼，互你读6庄。
后壁迄段下影才有咧读安尼。李子尾，因行动啊，因总算行动啊。我看我要对照我英文版啊，英文版。因徛咧即间房间是长高型的，灯光柔和，千里无船甲足细声，空湿的地毯蓬松蓬松，踏着那像踏伫夕阳顶头。O'Brien 坐伫较远迄头的桌仔边，顶悬有一帕大绿色的灯。伊的两边拢是规塔的书类。使用人带 Winston 甲 Julia 入来时，伊头额都无额。好，我先读到这。有人换你读，你哪有对着？头额都无额来。Winston 心脏讲甲足大力，伊怀疑家己敢有法度讲话。因行动啊，因总算行动啊。伊规头壳敢若在想者，来到即个所在，就有够毋知死啊！佮两人做伙来，才是戇到村。虽然因是鬼无共路，到 O'Brien 的门骹口才会合，毋过敢若是行入来即款敢若是行入来即款所在，心境就爱真短力。普通人连软入来对东部东原大的即个城乡的即个城区就罕，较免讲通看到因的厝体内底，即个公寓大楼足大栋，设备充足，空间宽拢。高级的食物甲薰草闻着拢无共，电梯顶流甲紧搁静，穿白染白的使用人撞来撞去，一切拢足威武。伊来遮有特动的照靠，看每一步拢表示。恐惊有穿乌制服的警卫为我甲走出来，查伊的证件，甲伊护照。交在 O'Brien 的使用人全无丢除，就放因两人入来。放因两人入来啊！伊是一个小样乌头毛的查甫人，穿白染肉。车高型的面拢无表情，有生是欢喜。伊对伊行，踏过的廊道，坐阁有粗柔软的地毯，壁顶大泥油纸，下半暗白色的壁板，拢清气甲一发光。这同款足威武 ，Winston 记忆中每一条廊道的壁，毋是互人下到乌索索。O'Brien 手摕一张纸，若像微心咧读，伊头压咧，现出片仔的线条，脸的面容看着强势佮成功。你坐伫遐，差不多有20秒，拢无停动。才甲讲写机，刷我来，用男性讲的政府部门，用男性讲的政府部门术语念一大段。什么行？这是什么鬼啊？伊就念迄种的啊，念也还术语啊。行1道、5道全时准固点，提案，加行6
双这啥景远合，什么意思啊？临嘴上出香不点，刚书不进行，先出的经专机器，上开机高价不点，信息完。好，先甲个遮，伊就是咧，伊迄就是用新港的术语，啊，而且佫是政府部门的术语就对啊，所以，嘿，对，对，算暗号，啊，所以你看伊的英文是讲 items 1,5,7 approved for wide stopped suggestion contained item 6 double plus. Ridiculous virgins climbing think cancelled stop unprocessed construction wise indicating prosperous estimate machinery overheads stop and message 啊，所以你看伊遮伊的原文完全无任何的中断的符号，什么逗点、句点，完全拢无。啊，所以你即下遮伊处理的时阵，就用空白来处理，因为对汉字来讲，当然过去可能19世纪的时阵，20世纪，敢若当时就开始用迄个所说啥标点符号嘛，啊，毋过在过去拢敢若用句逗嘛，就是点、箍啊。点，啊，到一个意思的段落，就用箍来表示嘛，对吧？这是汉字的部分嘛。日本的汉字，日本我记1945年之前，伊嘛是拢用汉字，啊，因敢若嘛是拢模仿因中国，也是迄种汉文化、汉字文化迄种处理方法嘛。伊嘛，我无确定因当时才开始用迄种标点符号，我无确定啊，所以对汉字甲即种或者啥拼写符号的处理法无相款嘛，所以即摆翻译的时阵，伊就转用空白来表达，啊，只是伊迄个原底是拢敢若纯粹的表达尔，啊，纯粹的迄个或者啥空白，伊完全拢无其他的符号。啊，所以这我就讲嘛，对我一个外国人来听，我真正毋知要断句断伫对，就敢若清华教授讲迄个变调变改。若种我台语无够好的时阵，迄个变调变改到底要切伫对？对，准备老师来，就讲迄个长词频到底是啥物货？台语你若无够熟，读到内底词类无够的时阵，迄个词频甲迄个长词要断伫倒会杀无？迄一定是你爱累积到有相当的迄个词类，甚至背景知识，你才有才调，断落较顺。啊，准讲你若背景知识有感觉顺，就敢若咱咧读的时阵，有一寡字词嘛读袂顺啊。我就讲伊即个真正是安怎讲，出硬斗的。好，这里来，我想要问一下说，剑吧，我拄仔当咧看迄个剑吧，因为我无剑吧，即个语感还是概念。剑吧吼，其实足侪人讲的，以早的咱的迄个顶辈人，因可能有受过日本教育的，因哪会讲剑吧？剑吧就敢若，我感觉，因为其实我嘛毋知啥物叫剑吧，但是细汉就听人讲，就是敢若写字，毋是写字，啊嘛毋是正式的外套安尼，啊但是就是。敢若写字，毋是写字，嘿，敢若是那穿伫写字外口安尼，有一领较简单的款的。啊，伊的是长的底，还是无？有无？敢若是长的。敢若是长的。我毋知影，但是我毋知影讲伊有啥物特别的理解，但是这个刃吧，我一直听人讲，哎呦，你看伊就穿啥刃吧？因为看伊英文是 jacket 啊 ，jacket 啊 ，jacket 目前咱中文是改翻译做夹克嘛。对，就是咱夹克，意思对啦，对，就是等于讲，就讲读
个染麻呢，就是讲毋是直接穿伫咱内底，比如咱会穿一个内底衫，穿一个小子嘛，吼，穿一个小子了，吼，才搁擦一个染麻迄种感觉安尼。但是伊毋是真正式迄种的外套，还是羽袜安尼。嘿，对啦，就是夹克。你讲 jacket 啦，伊夹克的感觉。伊的英文就是 jacket 嘛，所以可不用英文，还有一个 coat 吧，是毋是 ？COAT 哦，是毋是？对吧 ？coat 可能就是毋是相对较正式，jacket 的可能较无遐正式安尼。我所知影就是染麻迄个感觉，就是毋是讲最正式的外套安尼，嘛毋是足厚的安尼啦，嘛毋是讲安尼哇那大型迄种的安尼。因为我所知，我听到的是安尼，我知影是安尼。好，感谢啊。过来就是203页，即大家顶悬迄段的尾啊四字，伊讲因对伊行打过的路道，吼，有粗柔软的地毯。爱头呢迄字，当然我就讲即字有侪甲嚼的读音嘛，侪甲嚼，除了文白音，伊的意思敢若嘛有真差，对无？你搁看一届，因对伊行，然后203页顶悬迄段，看卖啊。The two was intimate. Winston， 哇，这顶悬。有新花人后壁一段有新花人。The passage down which he led them was softly carpeted with cream-papered walls and white wainscoting。所以，因对伊行打过的路道。到底是胶有粗柔软的地毯，还是细有粗柔软的地毯？这里细还是胶？伫伊的英文内底，我阁看袂出来到底算倒一字。The passage 对吧？路道嘛吼。The passage down which he led them， 因对伊行嘛。He led them was softly carpeted， 就是铺地毯嘛，厝地毯嘛，讲厝地毯嘛，对不 ？CRPET 可能是地毯嘛，伊加一个 ED 应该是做铺地毯的动作嘛，所以就讲厝柔软的地毯，对不 ？Was softly carpeted 安尼。即摆就讲，打过弄的。胶，我直接语感，我会读胶啦，胶有粗柔软的地毯，就是全部意思，我会感觉啦。你讲贼，那种是贼，你迄个意思会是啥？所以这就是汉字，互咱的一种相定性。到底这字还是迄字？有当中我就讲，那无讲到这个字。胶吼，是毋是胶会较活？因若安尼，因都是胶较活。胶较活吼。嘿，胶，嘿。因拢是胶，而且若安尼，因拢是胶啦，伊毋是整齐的意思嘛，嘛毋是讲同齐的意思，对哦。就是讲拢，就是讲表示讲伊即个路道可能嘛毋是安怎讲？伊讲。有厝迄个湿者会较地毯嘛，所以表示讲，伊可能就是要安怎讲，要表达讲迄个涂骹，因为伊涂骹较壁，表示就是讲伊若安尼就济的地毯咧。细有粗柔软的地毯，壁顶搭泥油纸，下半安白色的壁板。还是胶较对啦，较活，我感觉。胶会较活吼，就是全部意思啊。嘿，伊就是咧讲伊迄个所在拢有即种情形安尼啊，嘿。对，伊壁转倒啊，伊涂骹就是讲，等于讲就是讲倒，甲迄伊地毯毋是干那安尼铺一条尔，伊是规个拢搭到满种感觉。对啊。我想到的是安尼，因为咱一般讲会厝一个红地毯，另外中厝一条安尼，伊即个毋是即个
啊？毋是，这个是规个拢，是毋是这个意思？毋是。因为就讲这就是无共语言，伊伫咧论述的时阵，啊，你伫咧翻译的是要安怎完全表达的方式。嘿，啊，当然，即摆即个鸟啊是济，必须罔听吼。就讲鸟啊济，就是对遮所讲嘛，伊可能啥物济泉、井济，还是鸟泉，还是安怎？迄可能就是无共的意思。啊，毋过伫即搭遮，论真讲，伊的英文字可能无真明显的即字，对无 ？The passage down which he led， 甚至我外国人咧读遮，我嘛毋知迄个书名长句，要长个，我可能嘛长毋对。The passage down which he led them was softly cut with creamed papered rules and white wine scouting WAINSCOTING all exquisitely clean， 吼，伊拄仔上后壁讲的嘛，拢清气甲会发光 ，all exquisitely clean， 真清气，而且清气是 exquisitely， 可能讲会发光了，对吧？咱一般是讲啥？就讲，啥？甲壁愈甲会发光，愈我足清气的嘛。甲玻璃愈甲会发光，还是甲啥？就讲，咱会讲，迄个物件清气甲会发光嘛，甚至反光还是啥嘛。所以，我毋知必须有即本书。是毋是讲甲愈甲金细细？对啊，那金细是金色相嘛。至于我就讲，咱咧讲即种 ABB 的故事啊，就讲你若找无其他的形容的时阵，听讲会使找到是这嘛，清气甲会发光，哦，这就真明显嘛。你若找无到即种形容法，你就来讲金细是金色相嘛，对无？拢会使啊。所以咱一般我就讲，所以。用 ABB 这种故事法，可能差不多是 B2 的级数啦，实际是 C1 啦。啊，你讲 C2 的级数，敢若用金细是金色色吼，安尼可能这个 C2 的能力也无够，就是爱种什么对无？清气甲会发光，这毋则是较相对较高级，还是讲较，我就讲读起来真正就硬到的，就是安尼，伊就是。无要甲伊处理甲口语化，伊就是要处理甲足斯文语的迄种感觉啊。所以讲，读个讲硬到是，嘛是这是一个原因啊。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非常安心自在啦。阮读到203页啊，好，请讲。这个是好。这若日语对用日语来解说来了解的话吼，忍法吼就是较 casual 吼，就是讲凊彩穿的人，若是迄落jacket 吼，就是较正式的，对就是讲凊彩穿的甲正式的拢会当用到，但是忍法敢若是外套，凊彩外套，所以。伊讲阮厝细人拢讲外套，因为散车人无讲足侪，敢若一束西米咯，可能是阮老爸可能结婚的时阵是一束西米咯，请假伊转去嘛是意思啊。所以电吧，头拄高电内底嘛有收啊，我头大事情啊。OK。所以电吧就是外套，安尼。外套，所以嘛是算。jacket 的一种啊，所以其实就讲这个语术当中，就是我讲，无共的时代，无共的专业，甚至。马文找倒去啊。对。我拄啊溜去安尼，歹势，所以我紧甲迄个玉林 set moderator 安尼，然后出去才去入安尼。有哪手无小心回着，真正会发生意外。
会发生意外。好，毋知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你咧头拄啊讲迄个坐甲嚼对无？嚼，我现到顶我看伊是坐嚼，还是咱的叫做较对啦。伊就是讲，坐就是讲物件会摆咧伊的真整齐、真完备、真周全安尼。这就是坐，整齐的等于是有个整齐款感觉。啊，嚼就是讲嚼纹，就是讲平均拢一致安尼，就是拢总有安尼，所以是嚼。所以咱头拄讨论，我感觉伊是嚼，因为伊有讲着讲伊的壁顶嘛，啊，佫有啥物色板嘛，所以我感觉是即个嚼。因为我咱头拄想出一个词，就是讲什么，人咧安怎，人咧一欠点理发财，第三子孙交来哇。就是讲拢总有啊。对啊，拢总有的意思啊，对啊。嘿，对啊，所以这就是嚼，所以运动是咱讨论的各种东西，有话来嚼。对啊，所以我的确，因为我的理解是讲，这是全部的意思啦，就是全部意思啦。啊，你若坐，伊就是讲，咱嘿，啊无就是讲咩，货是齐全嘛，货是足多啊。对啊，当然咱之前嘛讨论过，货是足少，甲货是足济，迄个是另外无共的方向嘛。啊，第一大家我感觉应该就是嚼啊，嚼有这物件。好，毋知台顶的民国有啥物想法看法？最近阮对也是读到203页的尾二段啦，就是迄段吼有引号内底完全无符合的，敢若有空白的迄就是因的啥物公写机哦，公写机啊，就是迄欧本人咧念一个啥物新讲的政府部门术语吼，念一大段即大段呢。啊，所以对啊，咧讨论203上顶悬迄个嚼啊坐啊个忍吧，啊，所以咧 casual 就是敢若较日常生活啦，毋是就讲特定来穿的，毋是讲正式的，也是讲好拄仔讲有可能结婚也是重要的场所会议才会去穿，因叫做 jacket 也是啥物货吧，啊忍吧可能就是，就讲即段你讲的两个人迄穿啊，伊是一个。小样乌头毛的查甫人穿白忍吧，啊，就穿来做工课的啊，等于是伊的制服迄个概念啊。那如果遐尼正式的时阵，可能袂该讲做忍吧吧，可能是安尼。啊，所以就是迄个是毋是久久啊才会穿的？啊，当然即马，可讲公家机关也是一寡较大间的公司，伊若做到主管的，凡是逐工咧穿西装呢，对无？因为你毋知影当时的啥物人要来甲你问，要甲你创啥，而且有当阵啊，佫牵涉到伊的专业，还是伊的迄个啥能力，还是伊徛起的迄个场所，还是所在。你讲你穿西装出来，甲穿忍吧出来，甚至敢若靴子出来，迄个即三种形式，互人看到迄种感觉的专业程度就无相款啦。啊，过来，佫一个好啊。手机顶悬迄段第二段，显出片仔的线条，冷硬的面容，看到强势佫真光，还是看到强势佫真光？应该是看到，我著讲即个强势佫真光，应该是算看到的褒义，是修辞。就看到鸟鼠，看到人，看到啥，就还是看到嘛？看到你，看到我，看到伊。受词，啊，毋过伫即大家应该是算褒义吧？褒义甲受词的迄个变调法是无共款的。你昨下做你敢若你讨论遐，迄阵敢若会叫恁敢若袂话来，我袂记得。我讲伊个 ，Not both formidable and intelligent， 强势个真功嘛，所以，looked both。formidable and intelligent 安尼，真讲用 intelligent。好来，正常咧继续读，还是你有啥物想法看要分享？所以这运动就是看起来就是迄个形，对，真讲
对 ，boss 就是两个对，强势，两个拢有，嘿，嘿，嘿啊，就是讲伊咧讲伊读伊的迄个顶的迄款的必要，是，感觉看起来迄种感对，觉，所以应该是，所以看到，嘿，应该是看到，就是等于是嘛是变调变界，直接就停到迄个调爱读本调嘛，对，看到，伊第八条看到，毋是看到，毋是看到啥，就是看到强势佮真功，毋是看到强势佮真功，有两个人的名，一条做强势，叫做真功。伊毋是看到两个人，迄两个人的名，迄两个人的名做强势佮真功，毋是看到强势佮真功。对，我就讲开玩笑讲，就是对即两个人的名，你较会使讲看到强势佮真功啊。对，你讲啊，你佮甲读毋对，那是果毋是假，好无？所以这嘛是一个判断嘛。啊，当然头前一个什么所在，就是有讲什么看到什么货嘛。我就讲除非个人的名叫做这个，可不讲看到强势，哦，有一个人的名做强势，安尼就是看到强势啊。啊，因为这是两个，哦，啊两个你讲目睭互伊佮甲 KOH 看做 KH， 对，本正是哎呀。KOH 算两个性质的并列嘛，对无？啊，你啊 KAH 是两个名词的并列嘛，对无？会你讲？KAH 是 and 嘛，啊 KOH 是两种性质并列啦，敢会你讲？对无？个真功，甲真功迄是无相关的嘛。我理解你算对哦。KOH 甲是头拄仔讲的了嘛？伊这是讲，不过伊是讲，你头拄仔讲伊原文是安怎？原文是讲 both formidable FORMIDABLE and intelligent INTELIGENT。虽然讲伊的英文是 and， 毋过伫即搭遮。伊爱用各安怎，就是即两种性质啊。所以我就讲，虽然讲伊英文是 and 嘛，是即两种性质拢有。毋过翻译做台文的时阵，伊是爱 KOH， 袂使 KAH。虽然讲 KAH 是有 and 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嘛，英文是 and， 你颠倒袂使甲伊翻译做 and KAH， 袂使啊。太强势甲真讲，无吧？对，这是两种语言的真差啊。对，应该是安尼啦吼。啊，所以我就讲目睭互你甲 KOH 看到 KH， 啊是你有讲你有看到原文是 and， 所以你甲 and 翻译做 KH。一字对一字，你弄唔到 and， 不哩啊济时间，不哩啊济的情景是翻译做 KH 无毋对。啊，毋过第一句大家是 KOH。这可能使讨论较足深的，好，所以我讲这硬道就是，嘛是算，嘛是，这嘛是硬道的所在啦，硬道的所在，好，会使保留，明日若佫有拄着，再去继续讨论。好啦，注定我咧读挂，因为203页，最后一段可能，互你读了，咱佫讨论一下，可能会使准备下尾。来，注定教你，看要读的是要分享要教的，来，请讲。嘿。这点讲起来嘛是心酸甲悲哀啦。嘿。就是咱刚才讲到迄落练法。嘿。就讲咱若咧国际诶游学吼，游学你若像西美就是变较多啊。是。啊，所以你看吼，越南然后伊家己民族诶。哦，对，国服，因为做国服安尼。啊，咱诶，咱个。名无啦，吼，咱讲若讲较输一工独立啦，吼，啊，咱咧穿啥物衫，咱咧做落是啥物，吼，咱咧国旗，咱咧国歌，这吼，确实是足多对，心酸，对，心酸个淡薄仔悲哀啊呢，悲哀悲伤，可能是无到悲哀遐强烈啦，毋过就是。你就感觉心酸酸啊你啊，
甚至我就讲，即两天我咧搁听着迄个啥博胜哦，踮咧翻唱日本歌嘛。啊，2014年也是伊的用字就较照迄当时伊的想法嘛。啊，毋过我就发觉着讲，至少2023年开始就有咧参照教部用字啊。啊，看到较旧的作品的时阵，我嘛就看了听了，感觉心肝酸酸啊！就讲即两天是毋即两天袂记只。温玉桥伊嘛分享一段嘛，伊伫迄是算是人家访问还是啥？伊就讲伊看着阿嬷咧读册嘛，读迄本《日火闪时》嘛，伊就讲迄个情景感觉少爱摇还是安怎？就是无足顺的，也是讲伊就讲啊，讲韩国阿嬷甲阿孙咧是会使读共一个系统的啊，看共一本册啊，日本嘛相款啊，毋过台湾目前就是无啊。伊讲伊看因阿嬷读册进去，伊嘛无去想着讲，因阿嬷有才调捌字啊，读过台文的啊，颠倒是老爸老母，可能过去因为迄种错误，对咱来讲是错误啦，对因来讲，因竟然靠背讲做必要之恶啦，对无？我认为是因咧靠背啦，必要之恶是因咧靠背啦。啊，对咱来讲是一种悲哀啦，对无？莫讲咱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嬷，竟然就是无相款，啊，搁传落去的，搁要咱以现主是以50岁来讲，50岁以上的，大家使用共一个语言无问题。要毋过伫读的时阵，煞无材料读。啊，50岁以下的，结果较免讲。啊，所以伊咧分享迄个，伊就讲，甚至有一寡人甲伊分享讲话，摕转去问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嬷，遮个字数安怎？有诶有法度接受啊，对，啊，有诶就是因为过去我就讲嘛，受过华文教育太侪啊，全就一直到嘛是相款嘛，佮头仔咧讲，台语拢用一寡乱七八糟诶字啊，啥有诶无诶，迄甚至讲我听一个应该可能有70岁啊吧，伊嘛是认定讲，啊台语莫创一寡乱七八糟诶字啦，哦，意思伊迄个想法是感觉伊日本时代就已经用过，就是用混读的方式嘛。因日本人是去找，因看到迄种粗浅的，敢要讲粗浅？好啦，因找到伊迄个汉字的意思，然后来读咱现主时的台语音嘛，佮要囥，伊就叫你写放啦，啊读到囥安尼啦。迄是日本伫处理即种咱的台语用混读的方式去处理，迄日本时代就已经有人用过啊嘛，啊，只是咱反倒头来看，就是讲，迄无法度达到言文一致啊。即马咱至少我感觉，咱应该是言文一致的方向伫咧发展啊。虽然讲无法度真正100%的言文一致，啊无至少嘛95%嘛，就敢若迄句话讲嘛，竟然无把握100%正确。嘛无爱先做，全继续坚持100%的错误，对无？迄大遐学生囡仔，因学年度开始的时阵，会写台文、英文、中文，互新入学的学弟学妹，啊，主办迄种228的迄个活动的，因为毋知影苏东时的受难者因的名的台语音安怎读念。全无爱读台语音，继续使用华语音，迄等于是对遐受难者每一年就再一次伤害啊！因为无法度确定100%的正确，怎继续坚持100%的错误？莫名其妙嘛！你先做了才讲嘛，毋对咱才来改嘛。啊，毋过就是真正是死性不改啊，坚持错误啊，莫名其妙你啊！歹势啦，即个。这里有你读过，咱就来阿伟。好。原理有啥物无啥相共？你就讲一个是混同嘛，啊，
第三个吼，稳理、下口、稳妥，啊个助力，我差就啥？对啊，对啊，对啊，无真是安尼啊。啊，只是我感觉即个部分会可能会拨入去认定台语就是汉语的一支，毋过实际上台语可能毋是汉语的一支，伊是一个混合的语言，伊是一个混合的语言，因为就讲嘛，荷兰人1624年了后来了后才开始记录嘛，啊，而且因是用伊荷兰文伫记录咱遮的代志嘛。啊，毋过迄个时阵伫福尔摩沙遮就已经开始有即种，咱现主是家号做台语的语言。当然，你讲甲回想去到400年前，迄个时阵当然无台语即个名词，迄个时阵可能是泉州人讲泉州话，漳州人讲漳州话嘛。你对倒来讲恁遐话无问题嘛。啊，逐个咧沟通的时阵，一开始较像影荷兰人来主持公道的时阵，可能透过荷兰语还是文字来沟通嘛。你讲你的漳州话，我讲我的泉州话，可能有一寡字词袂通嘛。就是咱即摆来讲是腔口差，毋过迄个时阵可能是有不哩啊大的迄个前差嘛。对，除非咱来写字，写作哦，对，共的。哦，你讲梅，我讲梅；你讲话，我讲 A， 对无？啊，毋过若准讲口语的时阵，你讲你的漳州，我讲我的泉州话嘛。啊，迄个时阵是荷兰人来了才开始有记录。啊，毋过荷兰人来进前，1624年进前，甚至我著讲迄本叫做《福尔摩沙岛史》这本册是1896年一个德国犹太裔的德国人去日本做的演讲。根据伊查到的资料，就是1624年进前，足侪人来到福尔摩沙遮咧行大，日本人嘛来遮咧做生意啥嘛，甚至佫有开酒店的。因为福尔摩沙在大航海时代了后，伊就成做巴拉维亚、印尼和日本的一个中继站嘛。当然，迄个时阵可能主要拢是透过澎湖甚至马告遐，对无？伊迄个马告伫迄个巴拉维亚的日记内底，伊是写做马告。啊，当然马告即个马字嘛，才读到马嘛，所以马告。啊，所以马告即嘛就是澳门嘛。吼，啊，毋过迄个音就是马告嘛。啊，当然马告迄边因成做一个中继站。啊，荷兰人是要来澎湖遮，只是伊去互明帝国人赶走，讲你去国家迄边，啊，国家迄边就是福尔摩沙遮嘛。啊，毋过因来进前敢就无人，有啊，早就有人啊嘛。只是咱过去70、80年的教育，就是甲咱教讲1949年中国国民党来台湾进前，台湾无人嘛。因为在因的心目中，因认定汉人才是人嘛，所以甲迄个号一寡东西南北遐拢是真生的名嘛，对无？东瀛、西洋、南蛮、北狄，迄拢是真生的字嘛。因就敢若认定因家己才是人嘛。啊，你看，含迄个实地巴拉的人，因的自称讲我是人。啊，我自称我是人，我无否认其他的毋是人啊。我敢若讲我是实地巴拉，我是人啊。啊，我甲你接触，我无因为讲我自认我实地巴拉我是人，我就甲你当作毋是人，无诶啊。迄是因中国人才来去教诶啊。敢若中原才是人嘛。啊，所以第一即个我所知诶即个经验之下，就是讲台语伊毋是纯粹汉语，毋是纯粹汉字嘛。当然目前。我所看到就是讲，因伫咧溪口还是安怎的时阵，目前不哩侪人是接受讲单山五娘迄个小说《六禁记》是台语文诶上早的一个或者啥文献还是文本。啊，当然我讲我看到遐个字阵，真歹势我读袂出来迄个音，因为对我来讲，哦，真正有够硬到，我读袂出来。我无得甲伊读到足顺诶啦，啊，当然嘛有可能是迄是1556年诶作品吧，对无？400几年、450年几年啊吧。啊，我就讲嘛，语言咧传诶过程，20年诶小可变化，200年诶大诶变化嘛。啊，六禁记，而且可能迄书拢是佫是啥？读册捌字诶人所写诶嘛。除了讲对话有可能真正较口语诶，我就讲我阵讲看遐对，我嘛读袂出来讲，迄是咱。台湾人、台语人还是泉州人、漳州人讲会出来。我毋是泉州、漳州，我所讲袂出来嘛。啊，我台语人我看，迄个话句敢若
读袂啥顺，我至少我读袂啥顺啦。所以有可能，伫咧讲找台语的即个字音的时阵，找看有本字无，不了真拢也找无嘛，搁去考课嘛，考袂出来嘛。考袂出来了，目前教部就是找替代用字嘛。目前大部分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讲，大概莫去造字啊啦，因为造出来字吼，电脑拢无法度处理啦，目前啦。所以造字即个部分，虽讲因讲的两三千年前的啥，对无？冲击造字遐，迄是迄个时阵造字嘛。尤其电脑处理进行用手写，你要安怎写拢嘛会使啊。毋过即马电脑的时代，你搁要造字，毋是讲袂使啦，只是讲若要考虑到经济性、流通性，或者是其他的因素，目前大概，因这是汉字还是四角字的限制嘛？你用落去。你电脑无法度处理，你无法度流通啊！你毋是参即种拼写字相款啊？随便讲，敢若26个字母，也毋过伊会使倒出来无限的字出来嘛。目前因的英文，我印象中，敢若是讲100几万字吧，100至150万字的款吧。当然，你150万字，有可能超过一半以上。对，尤其对咱外国人，莫讲对咱外国人，对因本国人反正。超过100万字，咪透死人嘛，无可能用得到呀。咱一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什么语言，大概都是1500字至2000字，或者是2500字至3000字啊。你英文字100几万字，迄有啥物路用啊？当然，遐有足侪拢是一寡科学的，尤其什么生物学的，什么两倍质迄种生物科技迄个部分，迄有无几个人用得到的啊。不过咱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遐个字尔嘛，不管你什么字啊，中文字、汉字、日本字啥，就是平均了解平均数2000字左右啊尔嘛。所以对台语内底来讲，本字找啊差不多啊啦。你要搁有发现到讲倒一字你去变到本字，已经我感觉无迄个啥功能功用，也是重要性无遐悬啊。重点是讲，咱先甲台语讲转来嘛，讲转来咱会找字嘛。所以我毋才会讲，咱伫遮读册是即个原因嘛。当然用字，我就讲迄个字，你要用啥物符号去记录，迄是你工具的选择嘛。有人爱用汉字，就用汉字嘛。有人爱用罗马字，就用罗马字嘛。不管你要迄个罗马字，不管你是介意传统的白话字的，还是你看到教育部的系统，你要用教育部的系统 ，OK 嘛。即马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属于汉罗南参写的嘛。但明年老师伊嘛讲啊。你若决定倒一套，我就用倒一套啦。毋过现主是还未真正确定倒一套进前，就是汉罗人参写嘛。即摆是差不多，你看会到有伫咧写的人采用的方式啦。当然嘛有，我就讲嘛，因遐白话字派，佮讲些什么李秀秀，还是就是因甲迄个传教士两阿某，下咧某的故事两个妇人人写做绘本嘛。最近去年我袂记，就是迄个1920年代的什么台语文学金选奖还是啥，就是日本时代文学的白话字嘛。迄本册内底就真正除了上头前甲上后壁迄种版权页，个啥物有汉字以外，其他规本拢无汉字啊，拢是白话字啊。所以遐个科考，尤其讲一个较无需要 ，AI 所提供的资料啊，真正就是爱甲我学台语所学到迄句话提出来讲，37讲4就听啦。陈建中嘛讲啊，目前 AI 资料可能爱足细字的，伊迄个正确性、正确率，阁有相当的精差。当然，因帮咱看过足侪资料，整理出来，这会使帮参考，真正会使帮参考。因你看袂比较济啦，爱提供一寡原则性，也是普遍性的论述。讲即个台语汉字的来源有啥 ？OK 啊，这真正我感 OK 无问题。本字考考造字，只目前普遍来讲，造字较无咧采取。最后佫讲一个，有人讲恁台语拢学袂造字，目前教育部啊，应该普数咧讲，教育部自因开始有伫处理这台语字，一直到2026年的5月初7今仔日。教育部无做甲一字出来，无
none zero 人人完全无做甲一字，迄拢是咱民间可能无要做个一字，冰冰冰冰冰，还是冰冰叫冰，我就做一个字。伊讲到无做甲一字，因拢是去找本字，找无溪口看觅有无，倒会文献啥。因找出来一寡字，感觉含咱一般普通的理解差伤多是，伊嘛无爱用。可比讲咱讲人嘛，咱讲人是两撇体人嘛，毋过因讲因溪口出来是上海人的自称，迄个农啊。对无？农夫的农加一个徛人边，因教育部遐专家讲，这才是咱讲人的本质啊。啊，毋过即字伤复杂啊，啊可能伤侪笔画，啊个大部分拢看到人即字安尼用，所以就怎直接放弃迄个本质来用人即个两画一个。啊，个有几落字嘛是即个情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一直踮咧溪口字安怎拄安怎，我感觉。甚至我个人我无想要甲伊有太侪对答的，因为对我无帮助啊。我就讲咱主要是紧甲咱的台语讲转来嘛。现主是我就讲嘛，2023年迄个问卷做出来，讲有960万人有咧讲台语嘛。不管讲迄个台语深啊浅，我就讲只要做出来问卷无超过一半人口数。台湾人口数就是会渐渐减落去嘛，即摆上新的数据是2320万嘛，一半就是1160万嘛。那准讲无超过1100万，无超过1100万人咧讲台语，我就感觉迄是咱台语人爱努力拍拼，或者是讲迄是我爱拍拼，继续讲台语，甲台语讲转来安尼啦。啊，所以第一顶大家朋友尽量讲啦，三个机会来讲，甚至甲台语正说你优先使用的语言啦。我就讲，我个人无材料，参像迄个米芳话呢，讲伊就抓即世人袂用讲中国话啊！这我个人第时间我做袂到，我毋敢讲未来啦。佮比讲3年5年以后，真正就无爱讲中国话啊！这毋知影。好啦，你超过足侪时间，咱想要来压尾，还是准你要读，看你，互你决定。后明仔载。安尼就咱就来压尾啊咯，咱要读是秀琴，你会相信啊？1980咱暂时直接按它 ，OK， 安尼是毋是准的？就先来甲咱压尾的开头啦，秀琴一个。话题，就安尼，逐工话题，人生的意义内面，无怨你走甲想用，怪阮秀情，听袂开真，即句我嘛是，即句我嘛你看一波，毋知要转伫对。即个我听一波，毋知要转伫对。后来叫你先读好，我头一波对你后壁读。小前手机啊百外张咱的相片，咱的内底几十条你的录音，毋敢抹去，就安尼逐工活伫北京新的记忆内面，无怨你走甲想象，怪阮小前，行袂开精神，就找会着你的日子。你安尼头我才有感觉，敢若有掠着讲，最后迄句到底要安怎转啦？吼，来，我嘛来读一下呢。下面咱再来讨论看下啊。秀琴，手机啊百外张咱的相片，咱的内底几十条你的录音，毋甘抹去，就安尼逐工活伫袂更新的记忆内面，无怨你走甲想象，怪阮秀琴。行袂开精神，就找着你的日子。所以我真正用看，我真正读无最后一句到底是要安怎读？叫人读过我才有一个灵感嘛。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读完这首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我小等我嘛来分享一个啊。
阮迄阵当时凊彩有袂熟悉的哈，所以我就讲，自咱开始读即个日火闪示，正说尾去了后，然后俊立老师嘛，甲咱分享足侪，伊的即个做啥，写作是啥，我是感觉，就敢若迄个啥，迄阵你读台湾通信的时阵啊，陈良光因伫创办台湾通信的时，一开始嘛是讲因伫咧加州遐的台美人，也就是讲去到台湾，台湾人去到美国，不管是读册，甚至食头路，甚至佮后壁就是结婚生囡仔了后，遐第二代的台美人，实正是去到遐的台湾人，因感觉着讲，虽讲离开台湾啊，毋过咱的台语袂使放袂记住，因着一群人聚集起来，讲爱甲咱的台语保留掉。所以因就陈良光因就办迄个什么台文习作会，就是讲咱来伊敢是讲找一寡文本文章来读，甚至是每一个拢会去写。伫迄个聚会顶悬，就是大家拢读家己的作品，互相分享交流，甚至批评指教，互家己的写作的能力会使提升。然后因就是讲遮写的。那咱遮读煞着转准拄煞，毋是足拍算诶。因着人讲无咱是毋是甲草咧组织起来，甲印诶大家过来加读几摆也是安怎？就讲我甲我诶作品读出来，你甲你诶作品读出来，读完准拄煞，安尼敢若诚可惜。因着怎用迄什物？迄个时阵1990年代到做啥物钢板印刷了，啥物货？就是咱们咧刻钢板哦，啥物刻钢板诶，啥叫做油印嘛。我毋知各位应敢知油印是啥物货？迄敢若是我足细汉诶时阵，学校诶老师迄个时阵，佫无啥物影印机啊，是即马电脑吼遮尔方便，种 printer 无，迄阵拢嘛是，甚至是可能无够用啥物复写遮尔元素啦。因为你有当初一届要10分20分，你是要哪复写啊？要用倒纸倒，要用倒纸写啊？无可能啊！你倒纸一届咪在遮两张尔，所以无可能的嘛。因就将我做印刷吼，啥物钢板印刷嘛吼。就讲因迄个台湾习作会就差不多这种经营，就是甲大家作品，因为讲手写嘛，手写敢若是我无确定因实际处理方法是安怎，反正就是甲大家迄个时阵，因大家听起来看起来是拢差不多正10个啊，甚至7、8个尔。所以一开始的台湾通信敢若8页，A4 嘛 ，A4 遐大，是 A4， 对 A4 遐大8页。一开始敢若就8页4页，8页我会记甲8页，到第10几期的时阵才变16个啊。然后毋系经过几年才慢慢增加，到现在是台湾通信网报是48页还是56页，我袂记起啦。所以一开始的时阵是咧分享因每样所写的作品，所以我感觉咱伫读日火闪示的时阵，即个俊迪老师嘛写安尼，应该有几十篇吧，我袂记起啦。反正你写出来即个瞬间是你的感受嘛，令你佫会使佫去甲伊精进，佫去调整，佫去创啥。所以我就讲，大家的朋友拢会使有即种啥，能力，就讲你听着看着，就甲记录落来嘛，就讲嘛，毋免真熬才开始，爱先开始才会变熬，好无？好歹势，我讲者伤济，毋知咱即个秀情，即个事还是即篇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是毋是我先读阮即个，我等于是凊彩袂写，咱叫俊迪老师，伊俊迪老师写迄个敢若是较接近迄个啥，等于是算7字啊吼。因为你要扣迄个字数是，我感觉迄个无遐尼简单啊。所以吼，我读的即个是我当时写，我看卖，也敢若中昼进行写网参课啦吼，当做是啥，毋免真熬，才开始爱先开始，才会变熬迄个开端就对啦。我就罔读，各位朋友就罔聽啦吼，我毋驚見笑啦吼，免迄個家己未研究就別人安尼。小情敢是戇人的運命，無人叫咱一定愛小情，只是毋甘迄種心情對日子消失。至少，若莫遐無情凡世，我也會當感受到你的一切。或者天公伯啊，從來毋捌叫咱小情，只是叫咱好好過日子。
过咱日常的日子，这是我中考进前凊彩一出来安尼，罔参考，吼，当做即句话的实践，唔免真后才开始，爱先开始才会变后，吼 ，OK， 好，安尼顺利是毋是？把咱压尾。要安怎写职业球嘛？我咱讲你会当安尼写嘛？吼，啊，反正写落，后摆伊会再过来修。秀球，查甫世界演老钱，有念一爱情念音，大汉来时无哪里，莫讲钱，还秀情。东西啊，都迎面各自修道路，尽中再回后山路，心愿再来行走。哦，真好。敢有要甲咱说明解说？哦，这敢若迄个佛理哦，还是不离啊深呢？嘿啊，哦，最后阿弥陀，迄个伊个西方宗教是阿门吼，所以即个可能是阿弥陀佛安尼吼，哦有啊，迄个正就咱搭咧讨论安尼，吼，看要甲咱开破一下，还是分享一下安尼，还是什么心情想法，罔参考，安全自在啦。哇，这即部分。好，感谢郑弟甲咱分享。每次我写嘛，差不多类似这种想法，讲看到伊写的，当然，温玉娇现主是未满30岁，伊的人生的经验，甲咱应该是真无共嘛，至少和我真无共嘛，因为岁数真差，所以生活经验、人生经验无共款安尼。啊，当然就讲嘛，一寡字词，你看到迄个瞬间有一寡想法，我就讲，等于嘛算。感谢即几工啊，准伫一直拢有即种压尾即种分享，啊，就像人因迄台湾一族会1990年代就安尼做嘛。其实迄个风气、迄种方式，嘛传转来到台湾，讲你中华伫倒位，伊嘛有带动，或者是不了侪现主是咱的前辈吼，什物萧丁春老师啊，甚至进前什物丹福东老师，不了侪人拢是因为。参加因在地的读册会，啊，大家去写家己的作品，啊，出来互各位，迄当时听到的听众批评指教，啊，好诶歹诶，反正就是因家己去领受嘛，然后接受诶，啊，就改也是安怎，吼啊，无接受诶，啊，就再搁看吧，啊，所以我感觉咱即种，我就讲，目前为止，我伫即个遮。用这种读册会形式是希望讲，咱尽量甲咱的台语讲转来。啊，当然讲到一个程度，你甲看嘛。对我来讲啊，等于是几年啊？2023年，应该是2022，我袂记啊。反正早就超过1500点钟啊，一天1点钟超过1500点钟，你看偌久啊？当然有当中我日时嘛会读嘛，后来不管，就讲读了了，是毋是有当中可比用类似咱看到李慧闪是这种作品，凡是嘛会使有你家己的想法啦。啊，若有你家己的想法的时阵，记录落来，迄就是你的作品啦。甚至我嘛咧讲啊，大家恁大家的朋友啊，恁当时捌用台语做面盲过啊，啊，恁来记是毋是？甲你的梦境记录落来，
当然现主席的你、现主席的我啊，有可能也是使用中文较顺手，有可能我无确定。总是伫咧记录的过程当中，敢有可能你去转换使用的语言文字？甚至我就讲嘛，旧年9月，教育部有一个因素的法吧，你用嘴讲，伊就会使拍字互你看。啊，当然，你对台语字无遐熟悉、无遐实在时阵，嘛无要紧啊，至少伊互你一个参考的文字嘛。啊，你会使去找你家己感觉你较要义的迄种字写法嘛，对只讲的啊，什么本字还是什么少字、溪口啥，迄拢 OK 啊，至少就是文字化嘛，文字化了，迄就是你的作品啊，无人摕走摕去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4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嘛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会。